話說喺佛山市禪城區朝東村下石角大街窄窄嘅街道上，經常見到一個矯健嘅身影喺村委會嘅大門行出行入，大家都好熟悉佢，經常同佢打招呼，而且會親切咁叫佢一聲湛叔。湛叔曾經係村委會幹部，佢已經退休好多年啦，但係點解仲一直進出村委會嘅大門呢？我哋跟隨住佢行入村委會大院，原來入邊有一座叫做戒軒梁公祠嘅古祠堂，祠堂依家用作武館，門口掛住個牌，上面寫住佛山苑岐山詠春堂。呢間係一間民間武館，原來湛叔就係呢間武館嘅掌門人，係佛山苑岐山詠春拳嘅嫡系傳人梁湛星師傅。湛叔從小習武，跟過幾個師傅學詠春拳，但係如何成為苑岐山詠春拳嘅傳人，同依家武館嘅掌門人，而佛山苑岐山又係何許人也？行入武館，翻開歷史，我哋解密苑岐山詠春拳。老一輩嘅佛山武林人士都知道苑岐山係邊個。對於苑岐山，佛山市檔案館亦有歷史記載。佢係民國期間佛山響當當嘅武林高手，綽號叫做苑老渣。一手緝拿功夫，詠春雙刀、6點半棍、飛刀都練到爐火純青，當年係名聞省城。苑岐山係清末民初人，出生於佛山富商之家。其父苑寵明係佛山晚清舉人、商人，富甲一方，受朝廷冊封正四品直奉大夫。苑寵明家世顯赫，除咗喺佛山同省城廣州經營多家工廠商號外，仲經營當時佛山街知巷聞嘅藥行苑氏和堂。祖屋桑園係時下佛山數一數二嘅大豪宅，如今已經無遺址可考。佢膝下有2子1女，大女兒自細同清代名臣駱秉章廣東花縣人嘅公子聯姻，2個兒子苑岐山、苑濟雲從小愛武成癖。苑寵明喺苑岐山15歲時，重金聘請咗詠春門2代傳人雙刀王郭寶全到縣府為師，教授2個兒子詠春功夫。苑岐山自細就有習武天賦，喺研習拳術中懂得融會貫通，將詠春門嘅拳、樁、刀、棍等功技協於一身。哥哥苑濟雲藝成後，傳俾佛山姚財。姚財同佢2兄弟關係甚好，後嚟姚財自成一家，創立咗姚財蛇形詠春拳，並由後人傳承至今。2家嘅後人至今仲友好往來。苑濟雲當年因受華僑邀請，前往越南傳授詠春拳技。佢喺越南除咗教當地華僑武術，亦被越南警察機構請為武術教頭，成為越南詠春拳宗師。苑岐山細個嘅時候見過一次佢日後嘅恩師馮少清，嗰次係駱秉章到縣府拜會親家苑寵明時，大刀捕頭馮少清隨行到縣府。馮少清，廣東順德人士，乃紅船戲班大花臉陸錦嘅高徒，係班中詠春拳傳人，武功卓越，鐵血合意。早年追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有鐵血捕頭之稱。駱秉章作任四川總督，馮少清受命執掌蜀中治安。馮少清嘅詠春功夫令村中各路強梁悍匪聞風喪膽。20年後，駱秉章已逝，70幾歲嘅馮少清辭別官場，告老還鄉，定居佛山。苑寵明為求兒子武藝更精，繼續深造詠春拳技法，
又重金禮聘鐵血捕頭馮少卿為師，注入祖宅桑園，並責令兒子一定為師傅養老送終。馮少卿晚年悉心傳授精髓詠春拳技於阮岐山。阮岐山研習詠春拳技法數十年，集寶泉、少卿兩師祖之大成，練就一身驚人之武功。其硬橋黏打、借力順勢、四兩撥千斤之內家功夫，已達至爐火純青、常人難及嘅地步。其時有佛山阮老渣、佛山渣王之綽號，皆因與人過招時善於揸、緝、跌、放及控制對手，使其難施其技而稱神。揸係揸嘅粵語讀音，即是講阮岐山武術嘅一手揸功了得，所以都叫佢做阮老渣或者渣王。阮岐山仲有一手詠春雙刀，舞到密不透風。舞刀嘅時候，命人用濕水棉花掟佢，滴水唔黐身。佢從馮少卿嗰度學到嘅飛鏢，指邊度中邊度。仲有詠春6點半棍，亦都係舞到神出鬼沒。中原嚟佛山有神州第一棍之稱嘅武師，亦敗喺佢手下。當時嘅阮岐山係廣佛有名嘅太子爺，家境殷實，生活富裕，所以唔需要設館收徒傳藝揾食，但亦都唔隨便同人比武過招。但係點解佢能夠成為佛山詠春拳宗派嘅領袖人物之一？點解有佛山渣王之稱？我哋由佢嘅一兩件事可見一斑。佢叫人將一枚銅錢放喺100斤嘅米袋底下，一隻手插入去米袋個底，將銅錢撈出嚟，渣王嘅名聲就遠近聞名。另外，作為詠春拳一代宗師，佢高超嘅詠春拳武藝，更造就咗近代詠春拳武術史上一位傑出嘅人物岑能。岑能1926年出生於秘魯，係個混血兒，父親係佛山人，而母親係秘魯血統。岑能5歲時，隨家人從秘魯返回故鄉廣東佛山南海深川鄉仁和村探親遊覽。正逢太平洋戰事爆發，隔住咗中國與海外嘅通航，翻唔到秘魯。岑能由一名富家子弟成為一貧如洗嘅孤兒。12歲嘅時候，喺佛山鎮天海茶樓做雜工。岑能做事勤力，但因為年紀細，經常受惡人欺凌。茶樓嘅點心師張寶係一位詠春拳師，睇唔慣岑能被欺負，就將佢收為徒弟，教佢詠春拳技。岑能天資聰穎，好快就精通詠春拳術，使嗰啲欺負佢嘅人見到佢都怕。其後，佢隨另一位詠春名師韋玉生學習雙科醫術。張寶見自幼阮岐山一直都唔肯收徒弟，因為賞識岑能嘅武學天賦。喺張寶力薦下，阮岐山同意收岑能為徒。而當張寶帶岑能拜見阮岐山嘅時候，岑能已經係10幾歲嘅後生啦。佢見到阮岐山精瘦嘅樣，唔相信阮岐山武藝高超，提出要打贏佢先拜師。阮岐山笑呵呵咁同岑能過招，一招就制服咗岑能。岑能當即拜於阮岐山門下，成為入室弟子。阮岐山因為2個仔都唔習武，所以將武功悉數盡傳俾岑能。其時岑能年僅18歲嘅時候，已經武功精湛，喺廣佛地區早係聲名大噪。接大家嘅到來，今日仔仔一堂，好高興。難以表達，你行去揾。總嘅一句話就係多謝大家嘅來臨，多謝大家嘅一直嘅支持。
上個世紀50年代初，岑能嚟到廣州創下岑能詠春一系，培育咗一批又一批嘅詠春拳弟子，推動廣州詠春拳蓬勃發展。解放後，並將岑能詠春傳播到世界各地，門徒遍及全世界。岑能嘅徒子徒孫有啲成為多國總統嘅保鏢，岑能宗師亦被譽為百年一遇嘅武學奇才。同岑能同時，阮岐山仲有個細徒弟，比岑能細2年，叫做梁牛，潮東村人。因為阮岐山夫人係潮東村梁姓人士，梁牛叫阮岐山做姑丈，由細就跟住佢習武，算係親戚關係，亦親亦屠。阮岐山亦悉心教授詠春拳法於兩人，尤其揸跌技法。其時已接近解放，阮岐山年紀大啦，力不從心，所以飛鏢之技冇傳俾兩人，但係拳法精技盡傳俾兩人。上世紀80年代，湛叔因同梁牛、牛叔同村同宗，就跟牛叔學阮岐山詠春拳。湛叔為咗盡得真傳，白天跟住牛叔學，夜晚騎住單車狂奔30公里，去到廣州岑能武館，學咗2個幾鐘，再騎單車返佛山，返到屋企已經係晚上嘅11點幾啦。可見當時學武之辛苦。武館嘅成立嗰陣係2005年，牛叔為咗將宗師阮岐山嘅詠春拳法傳承落去，同徒弟湛叔等人商量，並牽頭成立咗佛山阮岐山詠春堂武館。當時得到廣東省武術協會詠春拳專業委員會同佛山市武術協會嘅大力支持。而廣東省詠春拳專業委員會創會主任就係阮岐山嘅嫡孫阮祖堂先生。阮祖堂先生嘅父親唔習武，佢嘅武藝都係岑能師傅同牛叔傳授嘅。武館成立嘅時候，梁牛師傅已近80歲啦，因文化唔高同年紀大，只係負責教授阮岐山詠春拳法武術。湛叔負責武館嘅全面管理。佢哋辦武館嘅目的就係將一門精湛嘅民間國粹武藝，有實戰經驗嘅佛山渣王阮岐山詠春拳術傳承落去，不負功夫之鄉嘅盛名。佛山阮岐山詠春堂武館自創辦以嚟，培養出唔少人才。佢哋帶徒弟都係以實戰為目的，唔搞花巧嘢。阮岐山詠春武藝以擅長盤五埋爭、黏橋黏打，重視短橋，以守為攻，以短化長，長短並用，以柔克剛，剛柔並濟，精於發腰勁同腕勁，以揸、緝、跌、拿為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等傳統武術精髓。武術就係為咗制敵，掌握得好，能一招制敵。練武人身體都好好。牛叔一直到90幾歲，仲喺武館親自示範動作，與徒弟們進行推手。前2年先去世㗎。你啲手1、2、3可以斬係嗱。湛叔從武館開始成立，除咗管理上盡心盡力，仲一直親自授徒，徒弟唔理係大人定係細路，佢都認真教授。自從成為掌門人以後，好多徒弟都成為咗師傅，可以幫手帶徒弟添啦。但係重要嘅技巧，湛叔必定親自演練，直到徒弟們學懂弄通為止。湛叔依家係阮岐山詠春堂掌門人，中國武術6段，佛山市非遺項目詠春拳嘅代表性傳承人之一。現任廣東省武術協會詠春拳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高級教練兼教練員考核評審委員會委員、佛山市禪城區武協榮譽會長，擔任佛山精武體育會第26屆和27屆副會長，佛山詠春拳協會榮譽會長。我哋而家咧就喺廣佛兩地，包括埋海外咧，阮岐山嘅詠春拳咧
對整個詠春嘅發展嘅影響力咧係相當嘅大，相當嘅大嘅。一路發展咧，就發展到今日今年咧就啱啱係10年嘅時間。咁我哋而家10年嘅時間咧，可以咁樣講係發展到喺即係廣東省武術協會嘅領導下邊相關領導嘅指導下邊咧，我哋而家咧就係發展到全省咧有1700多個會員，基本上全省嘅市區嘅詠春拳協會都成為我哋嘅會員單位。形成呢個咁團結嘅局面咧，亦都可以講係同阮祖堂主任當其時佢對詠春拳協會嘅管理咧，佢嘅思想咧係密不可分嘅。咁我相信咧，現在我哋年輕一輩，大家亦都係為詠春拳盡一個力，係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將我哋中國南派武術咁優秀嘅一個武術功夫文化傳承落去，將我哋嘅文化唔單止喺我哋中國，我哋仲係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武館成立20年嚟，多次參加政府舉辦嘅賽事活動，積極參與武術進校園活動，攞過唔少獎項。目前已累積超出3000塊獎狀獎牌。從獎品、牌匾、錦旗、證書嘅數量嚟睇，確實係傳承咗中華武術嘅一個民間優秀武館。佛山此類嘅民間武館仲有好多，有機會我哋再向觀眾逐一介紹。